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7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胡市走势可以说让金融消费者领略了一下什么叫牛市股灾。A 股三大指数7月15号集体高开，上网突然跳水，这个金融板块领跌，午后沪指又快速拉升，收复3500点，搞了个 V 型走势，至收盘上证综指跌0.42%，报3505点啊，把3500点还守住了。科创50指数涨0.39%，深成指涨0.56%，创业板指数涨1.73%。为什么叫牛市股灾？今天4015只股票下跌，1332只股票上涨，跌多涨少。沪深两市总成交额1.6万亿，比前一个交易日多1500亿。内资主力资金净卖出524亿，两市涨跌中位数是跌1.07%，也就是大部分人都在赔钱。这个就是胡市，也就是被银行股、金融股操纵了，所以涨出股灾的感觉。前面股指涨的时候，这金融消费者他那个股票不涨，很难赚钱，在3500点上面震荡，这些金融消费者他们手中的股票恐怕还要买单。还要下跌，3500点比3200点赚钱还要难，总体上是以赔为主。这个我们看媒体报道，这个股价创近4年新高后，齐鲁银行第7大股东拟再减持，银行板块火热，股东减持开始增多。7月13日晚，齐鲁银行发布公告称，公司股东重庆华宇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拟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2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6043万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1%。第7大股东不想再等了，先走为敬。你们喜欢把这股票给你们，免得你们买不到。很多金融消费者想进去吗？人家在这个位置把筹码给你。万德数据显示，齐鲁银行股价今年以来涨幅超过20%，截至7月11日收盘报6.42元每股，创下近4年股价历史新高。关于此次减持，记者致电齐鲁银行投资者热线，截至发稿暂未接通。由于这个银行板块涨幅巨大，都纷纷创出历史新高。这些银行的大股东，因为他们恐怕都是国资委，都是汇金等等，他们恐怕是不会减持的。但是你没办法约束那什么3股东、4股东、5股东、6股东，他们人家进来可是为了赚钱的。一看这个价位合适了，人家不玩了，人家先撤，这合法啊。帮助银行股锁仓的，现在恐怕有松动了，也就是减持的会越来越多，越涨减的越多。大股东减不了，其他的小股东是可以减的。证券时报报道啊，在红利主题基金密集申报入市的背景下，低配严重叠加基金季度换仓行为，银行股正成为公募高质量选股的热门对象。资金面、政策面、情绪面和基本面利好变化，成为基金抓住银行股行情的以及银行股估值修复关键。中证银行指数今年年内涨幅达到16.5%，创出该指数10年新高。多位基金人士也强调，公募、社保与保险等长期资金加速入市，如覆盖银行股的资产重估行情逐步开始引爆市场情绪。这个高位不要看只有3500点，你看银行股的指数早就创历史新高了，在这个高位还要引爆市场情绪，银行股已经被拉冒烟了，引爆市场情绪。考虑到银行股在公募整体仓位中仍属低配，且红利策略基金已成为公募新发产品一大主力，叠加全球避险情绪、基金换仓以及居民储蓄搬家等因素的影响，以银行股为代表的红利资产将面临长期配置利好。但随着股价迅速升高，部分银行股的股息率有所下滑，这可能削弱其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并制约后续上涨动力。这是证券时报报道的。也就是说，股价越高，它的分红实际上它没有办法维持一个高分红，那么它的股息率是不是就下降了？
股息率一降，那很多保险资金、什么各种公募基金啊，它的配置就会少。那银行股后续上涨动力堪忧。这个银行股它到底拉到什么程度，这个谁也不好说，因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反正它根据需要它就拉。作为韭菜，你也没办法，你按照逻辑，按照市场规律，它早就爆了，但是它就不让它爆。因为它报表可以粉饰，可以修饰，不良资产它可以隐藏，不良它改一下就变成这个优质资产，你有什么办法？所以说什么时候爆，这谁说不好，一直拉到它没有办法掩盖为止，那个时候爆，那就会血流成河。所有身处股市的人，所谓的金融消费者都得买单，典型的肉没吃着要挨一顿打。我们再看看这个央视曝光的骗局，这一期说的是2年前河南柴女士认识一个所谓的算命大师刘某。这个算命大师称刘某的丈夫有外遇，还教她查手机验证，结果还真发现了丈夫与别人的聊天记录。柴女士信了大师，此后这个柴女士前后在2年内给了大师80多万元。东窗事发以后，警方抓住了这位大师。结果这个大师刘某他是怎么算到柴女士的丈夫出轨呢？是刘某根据柴女士反映的一些情况，大师是结合电视剧的剧情推断出其丈夫有外遇。根据大师自己的说法，全靠编造话术和碰运气，结果准不准都不重要，因为最终的解释权还在他这里。所谓的算命大师，大家看视频。他当时说的他有堂口，然后供奉的有神像，然后会烧香看。我说你在哪儿上班？他说这就是我的工作。视频中的这名女子就是报案人柴女士。2025年3月，她在家属的陪同下来到河南省巩义市公安局报案，称自己在2年多的时间里被一名刘姓大师诈骗了80多万元。然后我们打开手机一看，好多都是通过他聊天记录，一下聊了2年多，并且每次都有大额转账，最高是8万，最小1000多元，每天都聊到凌晨2点、3点。我们当时感觉不正常，柴某已经被洗脑，肯定是被骗的。据报案人柴女士讲，在2023年3月的一段时间里，1岁多的女儿经常到了晚上就哭闹不止。没有育儿经验的她便把这一情况发到了一个宝妈群里。随后，一名宝妈给柴女士发来了一个大师的联系方式，对方告诉她，此人擅长占卜看事，可以找他试试。刚开始应该是还有点怀疑的，毕竟是刚加上嘛。他最后我问他确定他是怎么如此相信这个嫌疑人的，他说是有一点就是关于她老公出轨这个问题，他觉得他看特别准，之后就一直深信不疑。他一个劲儿跟我说，说你家庭不对劲儿呀，然后咋哪的，然后就说我给你看看你老头吧。他一看，他说咦，你老头有桃花债呀。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情况属实，大师还向柴女士传授了验证的方法。他怂恿我，他说你去查他手机，肯定手机上能查出来，让他教我。结果柴女士偷偷翻看了丈夫的手机，还真发现了丈夫的一个秘密。可能是跟别人聊天了，但是没有那种实质这种发生啥这种倒是没有。他感觉就跟这逮住了样哎，感觉找女的他灌输，你看我跟你说的对吧？你老头有外遇吧？就是从这一点开始相信了。既然大师这么灵，女儿哭闹的事也可以交给他，所以柴女士决定让大师给女儿开坛做法。那么大师做法后的效果又会如何呢？大师他给孩子叫了之后有用没有啊？我也不记得当时有用没用，主要是他一个劲儿跟我说。你看你也不相信，你就加试试看。对啊。做完之后这边直接问他要钱了，当时第一次就直接说了6600，说是化解通知上。柴女士觉得只要孩子停止哭闹，这钱呢花的就值。接下来她还想靠着大师的法力去解决她和丈夫的感情问题，但是大师告诉柴女士，她与丈夫的命相不合，本身就不适宜结婚，眼下只有离婚才是最好的办法。他当时找的理由说，有些可以破解，有些破解没有命理这相克的东西破解不了。柴女士当时也相信他了，被害人就是
不知道怎么去做，怎么去这个理的时候，还是这个嫌疑人教着他一句一句怎么去聊，一句一句教的这个被害人，让被害人去找这个她的丈夫。就这样，在大师的出谋划策下，柴女士与丈夫离了婚，孩子也跟着自己。可是，一段时间后，柴女士发现养孩子的压力很大，她又找到大师寻求帮助。然后这个就说，你当时离婚的时候为什么没向你老公，就是说要钱，就是财产怎么没有分割？柴女士说，当时她想着孩子抚养费是前夫拿的，她说她有上班就没啥。当时就说，你离完婚以后，你应该说要你应该得到的财产。随后，柴女士也听从了大师的建议，与丈夫商量财产分割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这位大师更是使出浑身解数，为柴女士出谋划策。钱这事啊，都是他怂恿着，他敲着他，你要吧，你看你多可怜。我给你看一个日子，你什么时候去找你老公去商量，就是这个财产分割这些事儿，然后你大概要多少钱？这个我需要给你做法事。柴女士当时特别痴迷，然后她全部都相信了。这个被害人把这个她家的情况说得非常清楚，就是包括她丈夫做什么工作，就有些问题，都会给这个嫌疑人说，嫌疑人就拿这一点让她去威胁她这个丈夫，就必须得多问她要点钱。由于在孩子的抚养费问题上，柴女士与前夫的分歧很大，谈了很久都没有谈妥，而这个时候大师又出面了。柴女士说，为了从丈夫那里顺利拿到财产，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天都是大师说什么，她就按照大师说的学给丈夫。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大师的很多话都很管用，她也顺利从丈夫那里要回了90余万元钱。她当时感觉她特别神，什么都能算到，什么都能解决，只要有麻烦有困难，只要是我柴女士有困难，我都可以找她，她都能帮我解决一切问题。在她心目中比较神，无所不能。生活中但凡有一点不如意，柴女士都会请大师帮忙，而这位贴心的大师也总会出面远程做场法事，为柴女士排忧解难。就这样，在与大师相识的2年多时间里，柴女士共花费了80多万元。不请问做法事吗？写一张纸搁到那元宝都做法事的吗？做法事他本人也没在场，你给我做啥法事？一直说你会好为，你咋好？说你看我跟你说那边包你要这些钱吧，可不知道他跟人家婚也处理了，婆家那帮也伤害了，这边父母不叫说，咋了？一说父母一见他，双方一见父母都该有病了。隔空做法，逆天改命，真是离了个大谱。这个所谓的大师就是用这样的把戏，让柴女士一步一步掉进了大师的圈套里，而这一圈套很快被柴女士的家人所识破，并且第一时间报了警。根据被害人提供的线索，警方很快将诈骗柴女士的犯罪嫌疑人刘某抓获。在随后的审讯中，犯罪嫌疑人刘某对自己利用迷信活动诈骗柴女士的犯罪事实却矢口否认，声称为人占卜就是自己的工作。他表示自己也为柴女士提供了帮助。那当时我们就问他，你感觉你做这个法事是不是都有效？你有没有算你什么时候会被抓？有没有算现在柴女士现在什么状态？现在是一切正常，精气神很足还是怎么样？后来他说不知道。后来通过这个我们给他讲明，包括这个法律条文啊，还有他这个行为上构成什么，他最后也确实承认，他觉得这确实是在骗。据犯罪嫌疑人刘某供述，几年前因为自己家里突遭变故，听人说给人算命来钱快，她就买了一些这方面的书籍，后来还拜了一个师傅。她丈夫应该是出车祸，当时做手术也欠了很多钱，她急需赚钱。她母亲好像是之前也是干这个，她母亲也给她说了。那么，在诈骗柴女士的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刘某又是如何知道她丈夫出轨的呢？她当时说的是柴女士给她述说的所有的现象，就说经常不回家，然后孩子不管，就这种，然后她自己常理上推断。当时我就问她，我说你怎么判断她有外遇？她说这网上电视上演过很多，就是日常她的各种表现。他就是这种。据犯罪嫌疑人刘某供述，这种碰出来的运气并不是每次都能遇到。不过在他看来，只要大胆说，结果准不准都不重要，因为最终的解释权还在他这里。
碰不上的话，就是可以通过别的这种理由啊，去，比如说这个可以说这个法事起效可能是周期比较长，需要等，或者找其他理由让他继续再做别的法事，通过这种方式。正是靠着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加上一些柴女士听不懂的所谓专业术语，犯罪嫌疑人刘某在2年多的时间里，以各种由头前后开坛做法10几次，诈骗被害人柴女士80多万元。为了让自己的诈骗手法更容易取信于柴女士，犯罪嫌疑人刘某隔空做法时，还会故意录下视频或者拍上几张照片发给柴女士。他的目的就有一个，就是说为了下一步更好的骗钱。他自己认为柴女士是个大户，他说当地人找他的，微信找他的人一般就200、400、600这种，但是柴女士每次给他最高8万，最低1000、2000。至于在被害人柴女士离婚一事上，犯罪嫌疑人也承认，他之所以蛊惑对方离婚，目的也是为了从柴女士身上诈骗更多的钱。在对犯罪嫌疑人刘某的审讯中，警方发现他正是抓住了被害人柴女士相信封建迷信以及希望借此改变现状、消除灾祸的软肋，故弄玄虚，通过编造封建迷信话术，使得被害人深信不疑，从而将被害人带入陷阱，骗取钱财。在此提醒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遇到家庭矛盾、健康问题，应通过法律咨询、心理咨询、医疗就诊等途径解决，切勿轻信花钱消灾、法事转运等迷信话术。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首先，确实是大师，她只是柴女士翻她丈夫的这个聊天记录，那10有8九会翻出问题，对吧？至少有1半的可能。而且这个解释权还在柴女士大师的手中。柴女士一看他们家就有钱了，要不然2年怎么可能那么随便就给这个大师80万？还是有钱。这个骗局让我想起了这个一个哲学家叫什么维特根斯坦，他的经典名言就是语言即世界。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并非客观的世界，而是听别人所描述的，然后再经过自己思维处理后所形成的世界。同样一个世界，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面，在我们的每个人的印象里面，在我们每个人的体会里面是不一样的。实际上世界就那一个，为什么不一样？就因为你接触到人家描述的语言不一样。客观的世界就一个，但是我们描绘我们所看到的世界，那真是千姿百怪、千姿百态、婆娑世界。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大多从书本、网络媒体等途径听别人用语言来描述。所以这个客观世界到我们的认知，它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完全取决于这个讲述人的认知、表达能力、立场，甚至利益，不是事实或存在理解片面。这个跟接受的人也有关系啊。接受的人认识不到位，思想过时，甚至故意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等情况。沉思录里面也有一句名言，也就是说，我们听到的一切都是一个观点，不是事实。我们看见的一切都是一个视角，不是真相。为什么我想起这些？实际上我就想到这个所谓的算命大师刘某。你想，他掌握了解释权，他来给你描绘这一切这个事件，让叫受害者信以为真。客观的世界，所谓的结果准不准，其实都不重要。那是结果准不准，那不是客观世界吗？但是他通过他的语言，他独特的那一套是吧？解释权，他完全可以让这个受害者深信不疑。这也是宣传的魅力啊！这样的骗局，那不光是在这个算命，在胡适那是比比皆是。有多少人靠着胡适赚钱，对吧？他是投资大师，这个只不过是骗子、算命大师。胡适里面多的是这个投资大师，告诉你哪只股票要涨，哪只股票要跌，买哪只股票。他为什么能够骗那么多人？实际上充分说明了语言即世界。这个胡适就是骗局，风险再大，就是谁进去都赚不到钱。但是在他的描述里面，这胡适赚钱的易如反掌，你只要把钱给他，或者按照他的指令去操作，那简直就是取款机，就是提款机。而绝大部分受害者他天然的他就信这一套，实际上他已经就这么认为，有人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析，通过自己的能力，通过自己的这种信息，是可以掌握一些股票的走势的，能够预知未来吗？
实际上这个很多受害者啊，他脑子里已经就是植入了这种信息，所以这时候只要等到一个骗子出现就行了。这个骗子踏着七彩祥云，驾着筋斗云来了。到底是骗子需要这个受害者，还是受害者需要骗子？这都很难说。这就是咱们说的易骗体质，就容易上当受骗的体质。实际上他脑子里已经把这些已经植入自己脑子里面。你比如说很多金融消费者，他就天然的相信这种宣传，认为经济不好，所以这个村里面他就会把股市搞上去。股市一上去之后，这个银行的钱就进了股市，跟某些专家说的一样，到了4000点都赚钱了，都去消费，以此来带动消费。这就是想当然。看到村里面天天处罚这个处罚退市，以为村里面就洗心革面，整个资本市场就一尘不染，至少是奖罚分明。那些鱼目混珠，那些垃圾企业就会被排除在外，剩下的企业都是好企业了，这不会做假账，这些都是想当然，容易带入角色。有一些上市公司IPO 的时候吓得撤回，大家就认为，你看 IPO 现在是从严，那些不法分子，那些想欺诈上市的都知难而退，把那些内幕交易的再抓几个出来示众一下。这些金融消费者就认为，你看看现在内幕交易也没有了，你要嫌量化是吧？这个阻碍了指数上涨，它量化给它限制一下。所以这些金融消费者他就根据这些动作，他就认为胡适肯定要走好了，就是牛市，这都是想当然。他忘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30多年就在3000点上下震荡，到6000点、到5000点，这个时间都非常短暂，在这个30年里面都不值一提。如果你用30年的时间眼光去看胡适，你就发现什么6400点、5000点、4000多点，那都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欢乐总是短暂的。我不看好胡适，是因为胡适的基础不牢。这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对吧？在沙滩上建高楼大厦，那建得越高，危险越大。你要牢记，这个胡适他是为了融资，为了实体经济，为了企业融资，这是他第一目的。疑难杂症解决不了的都送到胡适来，让金融消费者搭把手，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人捐一点，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